初初喊住流住淚，但後期我知道，有個 BB 開心嘅，真係一手一腳湊大佢。俾車撞到之後喺醫院7個月，係絕望，昏迷2日醒返，哇，半邊人咯，接受唔到，即刻想死啊，掹喉。一手一腳湊大你，呢句說話用喺鄧英蘭身上好貼切，因為英蘭結婚陀 B 前就冇咗左手左腳，成為咗節育嘅非英媽媽去湊大阿女。對醫護界嚟講，佢話應該係難啲，因為我盤骨都冇1/3，加上嗰個嘅唔單止生理嘅問題啦，心理啦，因為如果你懷孕將來你生唔生到，會唔會小產啦？或者你生出嚟之後，你可唔可以育兒？將來教你面對好多嘢。得到屋企人、男友、醫護人員、教友支持下，英蘭企翻起身，更照原定計劃結婚。而做幼稚園老師嘅英蘭一直好中意小朋友，開始諗生 BB 嘅問題。我有着假手假腳，咁但係原來着住假腳係導致到佢小產。試過入醫院咧就瞓臥床咗10日㗎，因為不停嘔到有血絲。醫生佢話：你有冇考慮唔要呢個 BB 咧？我話：我好難先有呢個 BB， 我一定要。BB 比預產期提早2星期出世，英蘭剖腹生咗6磅幾嘅健康女嬰。阿女個名好有意思㗎，多加喺聖經裏面係死過翻生嘅，如實我個女真正係死過翻生。我盡量我用我自己手，所以我後期好勞損我嘅手，我自己同佢沖涼、換片、大小二便嘅片，初初喊住流住淚，但後期我知道，有個 BB。開心嘅，真係一手一腳湊大佢。英蘭嘅婚姻育兒路唔係咁平坦，後嚟成為咗單親媽咪。嗰頭要我生 BB， 嗰頭小產咗，咁佢更加仲想我再生，我話冇可能，無言無語，冷言冷語，嘈交，各方面都試過嘅時候，咁跟住就其實婚姻罅隙亦都係由40歲開始，我同飛嘅故事好相似，於是我就覺得唔得，我唔可以俾自己再跌落去個幽谷。於是乎我就向社群落去，我唔單止教會做義工，我嘗試喺我自己屋企免費託管人哋嘅小朋友，單親嘅、新移民嘅。咁如果人哋有啲錢，我就少少咁樣收。咁等我個女都知道，佢哋係有啲冇爸爸，有啲冇媽媽，但係有我哋嚟錫，部署緊，等我女接觸唔同嘅單親，係俾佢經歷呢一樣嘅嘢。阿女已經長大啦，今年25歲，好孝順媽咪，未有覺得媽咪少咗一隻手一隻腳而唔一樣，仲覺得媽咪好叻添，一齊去做義工，更帶媽咪4圍旅行。真係苦噶，但係我話苦瓜係甘甜噶，你識得喺呢個苦中作樂，甘苦與共嘅時候，個人生就不一樣。